我又发啥事儿了？都有证，对不对啊？比如说我开出来了，他就说你好，你好，我叫李思雨。我知道，不是，就想问一下，您本身的时候是在哪？而且可能有某种化学试剂多少的？对，您的厂是做什么的？我们这个厂子还没投产，是做氢气的。中心就在那几个人站，对，就那开始爆炸。这些车啊，那些货车，货车它晚上就在里头了。哦，它晚上都是死机。通常这些司机都炸。具体是不要说。